大家好，今日呢條影片會講解師傅介紹新乘客會得到啲乜嘢獎勵同埋點樣操作。飛的 App 係一個香港本土 call 的士 App， 每日有大量乘客同師傅使用，24小時提供服務，適合唔同工作模式嘅的士師傅。師傅總有 order 啱做。今次嘅影片會分成幾部分：活動簡介、參與活動要求、實際操作、記錄查看同埋注意事項。師傅介紹新乘客，顧名思義就係希望師傅介紹新乘客使用飛的。同時我哋亦都好多謝師傅支持，希望推出活動回饋師傅。師傅每介紹一個新乘客，新乘客喺7日內成功以飛的 call 車，師傅就可以得到10分。咁師傅點樣知道佢符唔符合資格呢？師傅可以喺 Apps 右上角3環度進入會員網，點擊下方介紹新乘客，就會見到符合參與要求。首先，師傅必須係現有升級會員，而且戶口需要建立超過365日，28日內最少已經接咗20支 order， 同埋戶口1年內被投訴少於3次。假設師傅未係升級會員，就未達到指定要求，右手邊就會顯示交叉。依家我哋會實際操作點樣新乘客介紹師傅。首先，師傅需要知道自己嘅會員 ID 同埋的士證號碼。師傅可以喺會員網左上方見到井加1串數字，而呢1串數字就係師傅嘅會員 ID。至於的士證號碼，就要睇返師傅本身嘅的士證。然後可以邀請新乘客下載飛的 Apps。新乘客可以喺主畫面點擊左上方3環，再點擊師傅介紹我用飛的，會見到符合參與要求。新乘客需要180日內冇喺飛的 call 過的士，戶口亦都不能被介紹超過1次。假設新乘客49日內經飛的 call 過的士，未達到指定要求，右手邊就會顯示交叉。全部要求符合都係剔，就可以按畫面右上方進入下一步。請新乘客輸入師傅會員 ID， 唔知會員 ID 嘅可以去前面睇返邊度見到。輸入會員 ID 後，請按右上方下一步。下一步就係輸入師傅嘅的士證號碼。留意返師傅每日有介紹上限，如果超過咗當日就不能再介紹。成功填妥資料後，只要新乘客喺7日內再次使用飛的成功 call 車，師傅就會獲得10分，多勞多得。邊度可以睇到介紹記錄？師傅可以進入返會員網，按返介紹新乘客，呢度會有個按鈕寫住推介記錄，師傅按入去就會喺下方見到推介記錄以及幾時已發放獎勵。師傅留意返，每日、每週、每月都有介紹上限，限額係以登記名額計算嘅。咩係登記名額？假設今日師傅介紹咗2位新乘客，成功填咗師傅做介紹人，即使新乘客未完成 call 車任務，都會佔咗名額。所以今日師傅又最多只可以再介紹多1位新乘客。另外，每日早上8點至第二日7點59分為一個工作天。早上8點鐘我哋就會更新系統，師傅每日嘅可介紹限額就會歸零。如果師傅對活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 WhatsApp 聯絡客服。今次又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師傅收睇，拜拜。